为了帮助台南市警察保卫治安，提升执勤效率，建商甲机车品牌公司捐赠20台智慧电动机车，予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甲第6分局，并伫咧交通大队广场交车。很多警用机车，它的一个使用率都非常的高。好，那尤其市府的公务预算每年在汰换警用机车方面，有一部分，而且这个比例越来越大，都是使用这个电动机车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警察执行勤务有它的一个繁重性。好，那但是因为警察的辛苦，好，警察同仁的辛苦，才能够带给市民最多的安全的保障。这批车辆当中，18台做警用侦防机车，2台做警用巡逻机车，由台南市长王伟棣代表受证并表达感谢。两间公司拢是南部产业领头，除了推动经济发展，也热心各项公益活动。谢谢华友联，这个深耕基层，对于台南市的都市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洪嘉腾目前也是台湾第2大电动机车厂，所以说对于这样2个企业强强联手，能够提供警察这个执勤所需要的这个智慧电动机车来讲，对他们很有帮助。警察局表示，本次受赠的电动警用机车，除了符合执勤时节需求，也响应力量环保，市府也积极更新各项警用设备，为环境执勤提供好的设备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